全網最簡單嘅高分寫作開頭技巧，學完即用。無論你而家嘅中文成績係點，呢條片都會幫到你。記得睇到最後，因為我會貼埋今年2025年可能會出嘅作文題目，千祈唔好錯過啦。Hello， 我係 Miss King Kong， 一個決心着考 DSE 中文科嘅全職社畜。我喺2018年考過 DSE 中文，拎過5星。今次2025年嘅目標係拎5星星。呢個 channel 會陪你一齊捱過 DSE。分享考試技巧，幫你勇奪5星星。如果你都想 DSE 中文拎高分，就記得訂閱同我一齊挑戰啦。DSE 作文最少寫650字，考官平均3至5分鐘咧就改完一篇嘅作文。第一段開頭就係考官對你嘅第一印象。如果開頭寫得吸引，考官就自自然然更加有興趣睇埋落去。如果開頭普通咧，考官就會覺得你文筆一般，之後想攞高分咧就難啦。今日我會教你4種5星星嘅作文開頭技巧。學識之後，你嘅開頭咧即刻會更加有質感，考官睇完都會覺得呢篇文有料到喎。第一種開頭技巧叫做場景尋針術，適合用喺寫景敘事類型嘅文章。我哋一齊睇下呢個例子啊！穿過遠界長長的隧道，便是雪國，夜空下一片白茫茫，火車在信號所前停了下來。呢一種開頭嘅重點係先簡單點明地點，然後再用環境描寫營造氛圍，帶出故事背景。2018年 DSE 就出過重遊舊地所見有感，好多同學都會寫回到故鄉。我哋而家就可以跟住個框架去寫我的故鄉啦，就好似咁樣，走過平原彎彎的小徑，便是我故鄉的家。旭日下一片和煦，喜鵲在門前樹上停了下來。而家你都可以試下停咗條片去寫噶。截圖時間。第二種開頭技巧叫做心情標記法，適合用喺回憶抒情類型嘅文章。我哋一齊睇下呢個例子。1965年的時候，一個孩子開始了對黑夜不可名狀的恐懼。我哋跟住呢個例子，可以試下為自此以後我終於解開了心結寫一個開頭。在中秋節當天，我一個不懂人情世故的小孩，開始了對外婆深入骨髓的煩厭。Nice。截圖時間。第三種開頭技巧叫做時空扭曲術，利用倒敘、插敘或者懸念去令到開頭更加引人入勝。睇下百年孤寂嘅呢個例子啊！多年後面對行刑隊，奧利雷亞諾上校將會回想起父親帶他去見識冰塊的那個遙遠的下午。跟住呢個例子，我哋照樣去試下寫我的故鄉。若干年後，當再次來到這條隧道，也許我會回想起媽媽帶我去老家的那個遙遠的黃昏。截圖時間。去到第4個，亦都係最後一個開頭寫作技巧，就係顯微鏡特寫術，適合用於人物描寫類型嘅文章。講到呢度，亦都終於到大家最期待嘅時間，就係貼題環節啦。我整理咗由 CE 到 DSE 咁多年嚟嘅作文題目，我個人認為今年嘅題一應該會出一啲人物描寫為主嘅文章，例如好似2012年嘅唐老師，又或者係2020年嘅嚴以律己寬以待人。面對呢一類型人物描寫為主嘅作文題目，我建議一開始可以試下去描寫一下關於呢個人嘅外貌特徵，就好似一個視力過人的男孩嘅呢個例子。首先是眼睛，那是一雙又大又藍的眼睛，我哋就可以試下咁樣去寫啦。最先看到的是虎口的裂痕，那龜裂的紋路盡布晒3天的河床，關節凸起處還沾着麵粉，在冷氣房裏壓成一片片灰白的鱗。截圖時間。咁我哋今日就學咗4種5星星嘅作文開頭技巧，呢4種開頭差唔多全部 DSE 嘅作文都適用噶啦。如果你記住呢啲技巧，你嘅作文開頭一定會更加有質感。而家輪到你啦，留言試下寫一個開頭，隨便用一種技巧，我都會親自回覆幫你修改嘅。如果你想學埋 DSE 其他嘅高分技巧，記得睇埋其他嘅影片。想睇得更加多，學得更加多嘅話呢，你都可以 join 埋我嘅 Patreon， 下面 info box 都有埋條 link 噶啦。咁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